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你在找什么？你在找什么？你是伫在找什么？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踅来踅去，看来看去。借问，什么是你想要得？你在找什么？你是伫在找什么？捡来捡去。拣来拣去，选来选去，放来放去。借问，什么是你放的了你？人生也无偌长，目标嘛茫偌远。有一寡良友，有一寡损友，有一寡优点，有一寡缺点。过去的路，就体会未完。借问，什么是永远？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57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《你在找什么》。这首诗的标题嘛非常的趣味。选入去，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甲大家分享创作的背景甲含义。这首诗是安尼，就是讲，我身边呢有一寡朋友吼，对什么代志吼，还是对什么课程吼，清在拢保持足悬的兴趣。有新的事物伊会去学，若有新的知识伊会想要去了解，安尼。所以规工就是看到。有的朋友，这个朋友，伊就连伊去参加这个课，连伊去了解迄个课，连伊去学啥物，今仔日学这，明仔载学迄。毋过伊一边学，伊又阁无学啊，一边学，伊又阁再放啊。毋过有的，伊若特别有兴趣，伊继续一直学落。所以我就时常吼，对这个朋友看咱家己嘛是安尼啦。有当时咱要爱这项物件，咱就尽力尽量去追求。追求到了，这项物件毋免偌久改成也无啥遗憾啊。放下，咱阁去追求另外一项物件。所以伫生命内底，我相信有足侪人就是安那，一世人拢伫遐寻寻觅觅，拢伫遐咧找，找看有家己要爱无。毋过阁无确定讲家己真正爱啥物货。所以到尾我来写这首《你在找什么》，就是看到人。连伊要爱这，连伊要爱迄，咱家己嘛同款，所以去写一首《你在找什么》。你在找什么？你是伫在找什么？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踅来踅去，看来看去。就问，什么是你想要得？咱今仔日欣赏的这首《你在找什么》，诗内底有一寡特别的台语文用字，选入去同款邀请林凤珠老师为咱做一个讲解。来，那你在找什么吼？我用的字的，这个“的”伊有3种的写法，一直的“直”，
搁在错字边上面一个得失的失，迄个是国语念作蝶另外一个就是在在哪里的在你在做什么事的在，这三字拢会当念作地，但是我选择一直的直，就是讲你一直在找寻什么咱台语讲来讲，你一直在找啥物若迄个一甲去掉，一直的一直的一你甲去掉的，你在找啥物有的人是念讲你伫找啥物，这腔口的无同，这用字我是用这字还有踅来踅去的踅，踅来踅去的踅伊有两字通用，一个是旋转的旋，伫遐靠伫遐踅，那一字就是行去搁行倒转来，那迄个文字的写法，但是国语在咧讲学上面一个打折的折，打折的折，下面一个手足的足，这个国语了改成念作学，拄好是台语的踅来踅去的踅的迄个音相近那有人会问呢，踅来踅去的踅，你用这个学，毋过伊点的毋是写折足吗？毋是迄个脚骨长去吗？指去吗？我讲那是这个打折的折，你毋通以为讲伊一定是打折的折，伊会当做折回来的折，所以这字伊念做踅是有意思的国语是念做学，咱台语念做踅，当然我就用这字，就讲你行去到遐，你搁踅倒转来，你行去到底，你搁踅倒转来，来回来回伫遐来来回回伫遐，你咧找啥物啦？搁再来我内底讲就讲你在找啥物，你是伫咧找啥物，扣来扣去，经来经去，选来选去，放来放去，迄是扣，迄是扣，我用的是倒边一个挑手的挑，中是一个吉祥的吉，正边就是书页，翻开第几页的那一个页，这个节嘛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，这王维的诗迄个风度升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后来愿君多采撷，这个撿就是捡，你会当加菜挂，你会当加捡挂，因为这个豆这个相思豆伊这种豆会引起人的相思，所以这个红豆叫做相思豆。捡就是安那，就是讲你会当加菜，若落落你会当加捡起来，会当加捡起来。所以我用的就是愿君多采撷，这个撷就是咱台语的捡。你在找啥物？你是伫咧找啥物？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踅来踅去，看来看去。借问，啥物是你想袂得？你在找啥物？你是伫咧找啥物？扣来扣去，经来经去，选来选去，放来放去。借问，啥物是你放的了你？人生也无偌长，目标嘛茫偌远。有一寡良友，有一寡损友。有一寡优点，有一寡缺点，过去的路就体会袂完借问啥物是永远？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。林凤珠老师写诗以及主题讲解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。